長夜來思念，真思念。打扮啊有什麼？打扮啊有什麼？打扮什麼？什麼高興人哦那哎呦呦的兒呦。阿嫂，怎麼？今晚還有人要結婚哦？莫吵我啦！我睇起來就按認真打扮，很有唔啊！拜託一下，做的。後生人少見多怪，你阿媽個留言先差不多愛調假呢，調假門面啊。今晚以後去美妝 party 係冇？冇啦，唔知你阿沙橋有動到吼，為人哋銀髮族準備很多美妝課啊、美容課，唔但槍搞太假，好，你看。特啥都按講按演導，有冇？有啦。你哪演導？唔過，創業乜嘅唔好，創業透過呢個課程，做啲重新嚟認識自家，對自家，多啲顏色係你當演導當講，錯嘛？係啦。唔講認識自家嘅方法當到啊。係啊。所以講吼，好講是本性咯，大家都好講錯冇？唔過也係有一種情形啊，就係聽錯愛講啊，唔講吼太好講。就有一些的有輸咧，做唔嚟後悔講。咁樣呢，我來考一下大家，看大家係單槍嘅好講，還係太有勁好講一件事情，好唔好？係啊，溫好來哦。好，我上細堂哦。好。第一題，來。假使唔要拍嘅頭拿毛走出來，唔會一夾好同佢綁起。啊，二我想講，也代表是有自卑。現在一位綁太給你，想卡數，1、2、3，你也是要測驗啦。我有，我是2啊。你確定？我確定啊。跟你兩條拿冇算嘛？跟到。冇強用啊，上水出來嘅。非常真嘅，基本本嘅係全部嘅呢。夾綁太哦。一下看得到就這樣講，夾，你按你當心情就當唔冇，嗰種我綁得伊。但是呢，經過一段年紀中，也就綁唔停咧。跟人壓下一條係。係咧，差唔多一隻年，45年一嘛，就染一道，頭嘅人氣架就人染頭那麼，染完咧心情就變動好。哎呦，跟你要來摸一下，家下冇卡數啊，一看就知唔會綁太嘅數頭綁唔到。好唔容易就想一提出來啊！係啊，是一定影響啊！你看。心情冇嘅，我細個時間我婆講冇綁哦，我高中就拍電話綁1條、3條。哎呦，有聽過嗎？有。第一題。好，第二題我問大家，假使你嘅面當紅啊，有傷到皺紋，想問一下你嘅反應係乜嘅？1，夾保養品拿來搞哦；2，冇相關，也懂真慫，也就係碎嘢嘅講啊。請問現在夾保養品拿出來搞嘅，請卡數。夾嘅，我都唔善良嘅，你都冇。叔叔啊，即係唔聽錯拿保養品出來。係啊，你招回按招，好木足料，你個按招還是夾保養品是哪？跟買個眼霜來搞啊！再過來第3題哦，第3題我問大家，翕相嘅時間啊，大家看下翕相嘅時間，你會先車吼，佢啲卡後背一些咧，行係冇，C 位就係矮，先車卡後背嘅人搶卡數。哎呦，太多呢！哇，秋梅姐，你冇上位啲 C 位哦，你上位啲卡後背，年係乜嘅喏？你下好多水練啲啊，氣好後背掉，本該後上嘅氣板動按。那個是焦點啊。按你講起來嘅話，飛陣仔只有7加18歲就出來。我用叫心理係18歲。做對。我保持青春的心情，我說我特別我企到正中間。C 位。冇礙。哦，跟唔能。我當然是你啊，因為我啲那位出嚟C位。什麼？心情超開啊！你企到那邊，你出嚟C位啊？我這種亞種係面皮較薄嘅。好，再過來第4題哦。假使你身材哈變到卡有腹肌嘅時間，你會知道第1懂小力。對基本開始係冇得食東西咧。我減皮。還講第2。
啊，冇要緊啦，食到空間就好了啦哈。請問一下，現在第一個搶卡數。你咩卡數？哎呦，看唔出來我動要緊。有一啥冇卡數哦？等下先問一下呀啥？佢出動車啊，可以啦。是回哥啊？唔係啲嘅，唔係啲。唔係，點解唔係買東西啊？樹德哥，你去甲動要緊，你而家卡數卡東獎呢？天山哦，胖10公斤，哎呦，當兵胖10公斤，然後結婚以後一直皮都92公斤。今日等下就好好摸你，糖料這種精彩。係呢，好，再來聽五題哦，聽五題哦，最尾一題，一無老生財相關咧，就是你從神發地步。請問一下，大家做sản婦嘅時節啦，我用辦嚟現在基本要做乜嘅產婦？第一，就係希望自家做到較後生啲位，哦，較人先啲位，較好看啲位，好呀，第一哦。嘅第二咧，就講，哎呦，青菜啦，舒服，舒適就好誒。唔錯，做嚟爽快就好咧哦。管佢有流行冇流行冇啊？現在第一個搶卡數，受用你，受用冇？真嘅咧，受用你咧。這一定愛啊，因為你有歲數哈，就我想做較後生啲位。有啦。你家姐講配姑姑啊，哈，佢做嘅sản婦特別唔好看。哎呦，人講金單想做sản哦。係哦。條同講金本日啊，坐底下打做估計係做高長海哦。係啊，看到哦，看到大家都真嘅咧。係啊，大家吼冇去想講係單槍就會問問題，就打做估聽聽啦。其實我最重要嘅要看一下，大家選來係好講，一般嘅好講，行係講係嗰種會應用到神法嗰種，我們所講嘅。面容小麗，容貌焦慮。反而講容貌焦慮，我講你好，你講銀髮族對大家講嘛一開始啊，沙橋課程嘛，你對保養啦、做產婦啦、食東西，還有乜嘅運動呢條，全部都懂講究。呢條啊講講究的背後，講食材啦，雖然講你啲看姜的啦。石頭那麼有一點點小在意，有點小在意，越來越多的時間就變心理的負擔。嘅案呢，其實樣樣都神法就醫唔好咧啦。嗰時基本嘅咧，我就有請到一位好朋友，我同大家好好來分享。針對到一個面容小麗咧，為大家有請到呢個心理師。來歡迎心理師。歡迎我們的心理師。哦，景怡。來，一邊坐一邊坐。看啊，來我差不多點有站到冇？唔但搶吼，做得大嘴鼓，還搶到專業嘅心理師，有後生冇？後生。來看佢應該冇乜個容貌焦慮嘅問題。等一下，你按你講嘅把手落去懊惱，你還考誰名啊？我喺調價。對，調價排水。調價好，調價好。不過做得來摸一下啦，因為我一下咩唔知道，我懊惱心理師上都懂講冇，因為你基本上講到嘅係面容小麗啊件事情，一下有懂你就會按你嘿，我有啊，大家有談過冇？容貌焦慮有談過冇？有冇？馬上談過。有哈。跟住搶人哋身上咯，睇下講容貌焦慮呢個詞哈，解釋一下。因為喺後生年是喺外貌會快速的變化的時期啦，還有容易受到同儕的影響哦，然後社群媒體影響。因為啲下媒體啊，還有當道嘅網絡資訊當夾，故所講後生年會，其實吼年紀太年還能會哦。真嘅。你細種一點點的在意，不過越來越累積，越多嘅時間就變大下。一直看把它放大的話，我們就會常常會有這樣子的，就是有可能如果沒有辦法控制的話，或是一種那咧神發啦、撒搞啊、出門醫院啊，安就考慮去請醫生。哦，請醫生發用醫生應該蠻講，譬如講有隻專有名詞。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的話，然後在臨床上面，我們可能就會把它認為是有可能身體異形症的程度。身體異形症，哦，所以講心理嘅怪獸越來越大，今日就問咯，見邊類位太高太子，你條真嘅咩會有面容嘅小麗容貌焦慮嘛？有冇？有啊，真嘅咯，你可以講下太上。
這是不是啊？看太嘎都就是應答的這麼直接，這麼快。不會啊。總比當然會有焦慮啦，對焦慮啦，對。那有上個講哎某講不符合審美哦。但是那個長輩呢，我們會講哎拍條那麼免雜阿提哩某後安尼。那這些自然歲月的痕跡。係啊，就是講七嘎變肉啦，一吃到講變肉就會一件唔好嘅事情。唔夠吃鹽就會不會變肉啊？對啊，這歸真慫啊。對，可是你有某些會變肉，就很矛盾，很矛盾啊，矛盾啊。冇啊，我特別照鏡啊，都想講，哎呦，我係唔係要露一些啊？講我哋半年要結露。跟你就講到一隻重點了，大擺照鏡的個時間，古時候先來摸一下，你先從個下條總比好朋友啊，跟唔就猜伊個素材係乜嘅咧？先來摸一下，比陣最好咧，因為同係強樣有一隻陣勢。哎呦，按偏心哦。其實平常啊要有運動，但是運動就有認識的朋友，佢都醫美做嚴重。我就希望講有安尼機會，我個也到位遺傳媽媽嘅有時咧嘅血管無安尼，我就講，剛才上咗來去夾嘅，結果佢就講，慧珍姐，你也到位有一些咧川字眉，也還要遺傳，後來我就想講，吃多的人去打一些的肉毒桿，一張捏的話，人皮膚也全部動好、動痛，但是呢，這個眼睛的會就有一些的會有影響到，個細胞會走過來呀，變樣嘛。故說安尼東西，那個半年就要打一刀，也係一個動，金錢上會動態的啦，也冇需要啦。講話唔動，安講，你錯過了，你錯過了，你錯兩片。等咧，我係人媽做嘅，等咧就過嚟。我喺做一隻動好嘅對照組，你看你量啥？雖然講非常之家啲講，哦打乜雞打乜雞，然後講佢最在意，你看量啥錯，你知道量啥差最多喺哪裡？頭那毛。係，而家一開始就講頭那毛，45日出去染幾多多，頭那毛呢件事情動，你還在意吧？在意哦。係啊。生日呢也都，摸嘢也都講，媽咪頭那毛就會拍了，一講下到我就哇。就像經驗，不過大家有講啊，講染頭那毛對身體冇好，上岸到冇。一下唔怕，我還要年輕，你看得到我就講你還好啥。給你看一下你手機裡邊都最後上的相片。哦。有冇？我冇帶出來。冇帶出來。啊，今日都係看修組這一定有帶。有。佢講哈，佢對嗰種嘅頭髮很在意啊哈。其實你大家來看，你看哎，跳啥時間？哎呦！哇，伊發個轉型嘿，這個專輯封面照呢。哦。跟面皮啊。真好看啊！哈，面動焦，頭那毛動有喎，動到咧哈，面焦焦，頭那毛又拍拍，哎呦，看起來心情還唔好哦。因為你看非常這叫做染頭那毛，其實有自信哦。你看而家講法，動有說服力哦。講染頭那毛要強啊，要強哦。係啊，要強講，哎呦，對身體唔係唔好。唔過人家咩？頭那毛乃正比亞條水果啊，唔係青青菜菜哦。當然哈，我係先托話點地度清規個就先拿出來食啦哈。我頭髮都按太緊。哎呦，1公斤。哇！你按少年哦，大家都在比較講烏頭那毛、鳳頭那毛、後生那毛、後生拍頭那毛，是不是要蠻看比較的一件事情？比較一定會比較，唔止後生的啦，係啊，那總比安尼啲個聚會嘛會比較啊，比較講啊，我頭那毛比較白，然後我皺紋按多，啊，按的心裡面會有一些就是冇爽快啊。唔過種按的啊，比來比去啊，我咩當上一啲嘅，佢還有哪個部位係唔到會較差異嘅喏？那條部位哦，我出去問馬啥？問阿妹子，來分享一下你喺在意係乜嘅？頭那毛啦，頭那毛吼，最先的先頭先講拍毛嘛，吼，拍毛的時節吼，將開始兩條尾去綁起啦，綁了到久的些去倒挑起來咧，就唔會綁。
就會去買那個髮片。哎，跟你根本對，今天也有帶這個局部的髮片，看不出來呢，對，看不出來懂刺眼呢。對啊，對啊。哎，可見你真件對自己。現在的髮片做得很棒。哎，還有根本嘅誤殺，像你戴墨鏡，有上次有人講戴墨鏡為了遮一下什麼黑眼圈啊、眼袋啊，你會嗎？有。哎，日本嘅同學。對，重點是遮這個眼袋。係哦。對。不過喺馬街時節開始啊，就發現到這家有一個木主推係嘛？木主推，你喺講眼袋。哦，眼袋啦，眼袋。馬街時節動腰筋一件事情啊。我個眼袋吼係50公歲些時候咧，家下這家冇發現咯。到保姆嘅時間吼，又看到同事啊，伊都有眼袋。這家就係感覺講，誒，這家咪多少有咧？誒，家下還冇去當注意機啦。可能同阿妹子嘅嗰些工作嘅身份有關係係咪？對，工作，我嘅工作吼做服務業。服務業，係對啊。最新嘅些做保險，保險公司嘅主管。我面推動到，我講翻要當共先啲，錯冇？所以對個頭那麼啦、面啦、化妝啦，係散膚啦，全部係注意。跟人哋做幾多年啦？我做15年，15年咧，15年嘅保險，哇，還有咩呢？珠寶業、辦寶石，跟行卡時行卡時嘅，你看到你要有說服力，高貴嘅感覺。對，跟我就上去，我看到阿妹子安尼，我就上去問先生，我講有啲人就因為自家嘅身份、工作嘅專業，就講工作環境嘅關係，你看佢具體形象來講，咩一種壓力係冇？不會，那有個壓力就是我們會說有點包袱啦。有吼，哎，你講嘅嘛個荷包，L 包，咩嘅 L 包，尿上嘅尿吼。我按你就唔係講切假好講誒，喺我嘅頭路過不講啊，聽說會從事一件事情啊。正嘅。關係安尼啊，係啊，有一個有讀到一個案件。就係伊做30年嘅天台，退休以後，伊放不下一個專業的形象啊，有一邊伊就去上節目主持人就那伊講英法貴族安尼啦，伊就對安尼講法就歸冇爽快啊，就受理啦，就受理啦就開始翕相的然後線上嘛，然後買幾多。產品去本自家保持青春安尼啦，伊講俺唔講路啦，俺唔講路，不過俺哋都看到哦，他真的很害怕的是被人看到伊路的啊，被人看到安尼佢講。最主要係心理啦，安尼係咩做啲感覺到呢？因為做主角。像我，牛掰，講出來就好誒。都正經係有陣時，你係你愛啲嘅廣泛大下，要接觸到講事件啲人嘅身上留下來嘅東西，我吃到係很容易，就講自家冇以前難好。係冇？我嚟講起來，我就做講編路呀，件事情其實懂辛苦啦，因為後生人好講，食材法講就會切假好聽聽。不過呀哈太切假好講，不見得講，哎呦切假好，喺邊度生存壓力，有可能係看起來唔係按好看咧，就會影響到我嘅生理啦，影響到我做事做頭路嘅一個壓力咧。故說各位，我有一個好方法，接着開假。我諗講，我做頭家嘅吼，當辛苦。樣辦？生路吼，有陣時自家吼，就想要接一些東西來食吼，扛起來迄本人客來食。冇，我同講阿叔吳先生，你依家就講到你有件一件事情。等下，迄個店面拿出來要錢哦。客家人。客家來一片大嘴巴，所以吳先生跟人就唔是錢嘞哈。做對。跟人先講啊，你講下食茶。你準備了條水果有乜個意義冇？我準備了條水果啊，唔係青青菜菜嘅。當然吼，我係先托啦，點地都清規嘅就先拿出來食啦。第二你就係做桂山皮膚，像有亞哈食到嘅一個刺婆誒，一個草莓啊，哈，還有像藍莓啊，有這個莓字的啊，哈，莓果類的，佢就做在桂山嘅皮膚，保養嘅皮膚，對你嘅皮膚是清好嘅。啊，再
過來有顏色都8日嘞嘛，一個8日啦吼，韓國奇異果啊，佢底部會有一個維生素 C， 我知哦，你研究有講哦，8日係所有維生素 C 最多嘅水果。冇錯，豆質量大啊吼，就做嚟過山嘛嘅，又加有營養嘅酒喎嘅咩，就做嚟過山嘅酒喎。嘅假使唔上愛啊吼，一條那無變烏啊吼，跟我去拿一下。來，有。等一下啊！愛納錢哦，冇凊彩。嘅等一下唔就去買啦吼，唔就做嚟去買嘅錯買啦，啱過啦。啱過有冇有啊？做嚟得好。要上一條拿。佢已經拿好勢嘅，就做唔得收錢嘅啦。係，將亞種啱過，佢做啲水嘅種，做嚟拌嘅條拿糊，做嚟變到較糊掉嘅，可以用這種食補的方式，是可以補一下啦。來，是。阿妹子，你要俾打水果唔是很香啊？你看你敢食咯？你等下食最牙齒糊牙講，冇唔錯人啊，知道。客氣啦，冇。認真講係冇唔錯人，知道食補當中有簡單又冇負擔的方式。不過除咗面當嘅問題，我吃到乜嘢點？我一開始嘅時間，阿叔哋講就講啊，講以前哦，一下要變吉太橋，一下要變車，一下吉太橋變車，同大家講一下好冇？用講嘅冇標準，你數據拿出來看以前吉太橋。我條把都按太橋。哎呦，一幾公斤？92公斤。92公斤，你兩幾公斤？67、68。哇，差唔多30公斤有哦，20、30公斤咧。你講一下，你幾種時間會出現變難太橋？開始係因為醫生講係要脂肪肝。哦。然後醫生小炒嘅。醫生講你唔是啷個炒，你食酒食落嘅。叫我做雞酒。雞酒含咧按太橋啊。雞酒含咧按太橋。報名去開心創，你講，你連放支架的資格都沒有了。我就講可能太橋嘅關係。若唔係，唔可能食酒。食酒食太多。若食酒落去啊，人家酒消化唔得，積到身體上，所以體重變重重。我家開始是有得減，我天天要檢查講心臟有問題，以後再開始講減肥，慢慢的減。我一直超到75公斤的時間，就開始講決心要來超落去。我一直超到68公斤。哇，竟然成功喎！有個連吃的東西啦、數量、種類全部控制。唔過一變慣啦。我變成習慣，兩斤一點錯。係呀，你看習慣變吃鹽，吃鹽就會做。總想鼓勵下啦。唔過我當好奇呢，用版講，因為我做講說得個一下色彩法講，我睇超模啊。我抽下來，發生一件事情。乜嘅事？空唔起。坐唔下。擺開咧。肌力。肌力。從到牙酸咧聽鉗。以後我當開始發覺啊。肌力重訓當重要。唔但將嗰邊抽，韓國會狂傾嘅抽啦。你吃的東西收出來以後，要用抽下來係冇標準嘅。等下來學嚟用蘇德狗討教一下。真嘅。講我研究，我馬上喺旁邊米玲姐姐，米玲姐姐講。我慢結婚嘅時節啦，52公斤，風采來要被吹走啊！按車喎。結果呢結婚供生人，供提議係話叫減肥。以前啲嘅銀行上班，跟銀行我做嘅支付，做支付唔做啲那間銀行啦，做唔是講咧。結果上班嘅天啦，跟旁邊嘅拉鏈有冇？拉唔好啊！你係慢供生人以前幾多公斤啊？慢供生人差唔多58、57。哇，當超呢？後尾做結婚啊，結婚以後啊，先幸福啊，假樣啊，幸福皮。假樣就做得好食的呀，就減肥啊，肥鼓鼓嘅，嗰陣食菜做唔得看喎。跟嚟團一下嗬，團一下，大家唔該。一是較超嘅時節，一個好做嘅支付嘅時節。冇強樣嘅人啊，嚟團一下，差唔多要70噃。
72。哎呦，你好準哦！上下加減2。哇！哎，請給錢。很好減哦。哎呀，陪到個脂肪都做唔下。哇！你嘅心情會影響到嗎？當然啦，吃到哎呦，陪到按樣，個腳要按太極，手要按太極，胃脹然就胖起來用嘅。哎，個心情一定有影響。哎，古總還發現到身材呀，件事情啊，唔但像係細妹哦，哎，其實連細奶都會呢。古總就會來問一下你嘅欣賞嘛。像我吼吃細就想到按呢，古總一直以來那個抗壓性還不錯。這個針對這個蝴蝶袖哪一種運動？比如講，跟拉那個拉桿，我就太彈性一點。一般啊，就拉你說哈。太多的啦！那大伯就講啊，哎，個主扭起家就冇你個扭行按開，唔快你要減咗幾公斤，你要試按到幾錢啊？真嘅。像我吼吃細就想到按呢，古時候一直以來那個抗壓性還不錯，叫你沒關係咧。啊，唔過像按樣嘅變化，確實就會造成心關度嘅心情唔好，咁勇敢散哦。勇敢散，哎，還要太辛苦了，哎呀，對，那俺看到的唔係講俺講屁，俺講講失去那個控制感啊。啊，我愛啲耶。對，所以俺讀過一個退休的主管啊，伊休長的時間，係做乜嘅攏講。像哎。嘿，休長嘅時間，唔錯，休長做乜嘅東西，剛好可以買張抽。你在買東西，打折啊！買東西50錢。啊，一退休以後呢，就變皮誒，變皮，就非常緊張啊！每天他要量3次體重。哈，哎，太多了吧？嘿，就幾緊張啊！看一下，哎，有皮無？啊，哎，4月3個月菜就好誒，嘿，其他應該唔會食，又唔敢去同學會，然後聚會裡面唔出現，講講騙你看到伊變皮誒，哎，會滿意啊，那變按皮咯，真唔會吼，哎呀。個心情真是會影響動態呢，就變 update 啦，變 update。跟報名樣板型同結果。這不是說真的，他很害怕這件事情。他們也係唔係薪水啦，他覺得這個生活跟一個身體冇法度從以前安尼做得去控制伊嘅。係啲嘅啦，以前比如講休長嘅時節啦，我喺超出咗車話喺講嘅設計到東西，我都唔講皮。不過係差唔有陣時年紀到嘅可能。這東西哦，要注意一下。有一個係運動冇法度，係身體冇法度嘅，那個叫做沒有辦法控制。哎，同講，有一聲音不自然感覺。哎呦，就會這個走。有點跳啊！嘿，你們係按你感覺，冇辦法控制嘅感覺，當然輸。有好食，不過有減配。錯嘛，古上係沒有分享幾隻原則。先講，我們假設到5個亂啦。還有蛋白質，對，蛋白質很重要，因為有蛋白質，還有它才可以就是燃燒你的脂肪，這些東西，肌肉修復嘛。天然來出搭配一些阻力訓練，你講有陣時啊，太甜嘅，也係講你磨力。其實初等你做運動哦，吼，譬如講啲啊，負練啲數，安尼唔是起來，數有冇？輕一下，唔是紅藥，輕一下。輕一下，你會運動到兩邊，還有這邊的胸部，還有訓練你乜嘢？這個核心肌群，就是講簡單，就是因為講我卡有個水嘛，太講的水硬的，拿着肌力的訓練，舉重沒做得，還有乜嘢？面趴，拿起個面趴，安尼綁沒做得，就簡單的，唔可以本來你出爽的。呢一種啲木卡都嚟做，嗬，還有第三嘅，所以講做三副架一開始有講嘛，你看前面做咗同適合一家，做下比較亮一點顏色，冷鮮呢，面色可能會較好。有陣時你聽流行冇一天適合一家，嚟知道一家就會流行。做一家舒服的衫褲就做得，有冇？做得冇？做得。等下數錢咯，一講完頭，數錢。我講你喺捱一家技巧啦，一啲啲嘅技巧，本大家參考。我好奇講，有啲人有味道，後生嘅時節上啊變醬啊變後生，有做乜嘅下散漫嘅運動冇？哦，講到運動，嚟講當然啊。哎呀，做下
運動大家都第二運動。係啊，你講阿叔講。係啊，啱啱去啊，阿叔想，哎呦，我個數蝴蝶袖做嘛，阿叔來去運動中心啊，文山運動中心，其實有一種專門，我就問那個教練啊，那個針對這個蝴蝶袖哪一種運動？就是講給拉那個拉桿。哦，這樣啦。對，就這樣拉。就你哋會蝴蝶袖。錯，我做踢彈死唔掉，一擺啊就來50下。太多的啦，太多的啦。係啊，足唔啲啊，我啊，就想哎呀，來擺啊，平講嘢做乜車咧？結果咧，天嘢嗬，個樹鉗起來，快太咧，我就想，一個樹我飛得冇。哇！啊，該請問一下，有在過去做聽醫刀嗎？冇啊，就講壓一聲就做壓100天天。你這樣講，嚇到你啊！那賣人講有蝴蝶袖，說我霸王蝴蝶。唔知㗎，真嘅作衫哦，真嘅唔好看啲嘛，輕，嘿，真嘅唔好看。都不敢跟人家說拜拜哈。唔多運動出，我吃到很多強準呀，乜嘢啊，冇做吃天天的來，哦，冇出上嘅，其實馬師都冇法吐走。真嘅，唔講愛吃到講，像安利安尼吼，較太強嘅人確實吼啊，就較辛苦啦。啊，大擺就講啊，個豬肉起價就冇你個肉含按貴嘅，唔看你愛減個幾公斤，你愛試按到個錢，連皮是愛納稅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不少鴉片就會摸一下嘞。係摸嘛啥？摸一個長頭豆米就冇太強高嘅小豬。係啊，講你幾番就當錢呢？生不少錢呢，跟人起價咧，咁有冇有其他嘅困擾咧？我講哈，翕相嘅時陣咩衝浪啊，攞佢衝浪跳床。嘛啥非常姐姐？係啊。哦。隔陣嘢出鹽跳南舞啊。哎呦。鹽跳南舞啊。係啊。鹽嘛哈。隔陣嘢咯。係隔陣嘢。係好講行係。因為我愛講講愛跳架會感覺講愛跳路啊。你用乜印象？大家都印象哦，唔係愛自家嘅跳路嘅喏。愛跳派到工廠做一個小小的主管。哎。就小小的主管。跳床會老跳架要接出。哦。還是當講講。哈，講哦，愛按路咯，跳架唔愛我，不要你了，這樣。講係會上你又來。係，所以跳床嘢嘛。給人啦，我鴉片做一個調查哦，想問一下各位，做過小小大主管的，太高太氣，你都頭擺做這個事情，真嘅我講按呢就冇條路係，小組這位，啊非常這位嘛。因為這樣是我頭家上班的老闆，我係沒有一個公司，沒有公哦。雖然我把接觸外國客戶也都，可是老闆自己家就當在意的話，唔做我出現，每一天有的會冇俾人講，看到人安樂。哦。所以人家就做打扮都感覺我很年輕。你看人家做愛講的嘛，你啲職場啲職場上，當輩你外貌的壓力出來，我除非上到嘛啥？上到阿妹子，人家講外貌檢視佔據大部分人生阿妹子，講一下你要花幾多心思啲嘅保養啊？是面型啦，面型嘅部分嗬，佢頭先講嘅啊，要去個醫美啊，係冇？我未要去過，對啊，鐳射啊。啊，鐳射啦哈，還有一個打那個叫那個微晶瓷，微晶瓷就是墊這個法令紋，對啊，把它清一下毛孔裡邊做的東西。按了解哦。成年人都了解哈。跟我說問人，你賺幾多錢啊？我口服的也蠻多的，用濕的啦，膠原蛋白補充啊。你是買過最多錢的？幾多錢？一罐5000塊，2百賣12罐。哇！我跳架身雙冇馬好，6萬哦，6萬。5000塊係一張嘢嚟，係啊，13年的啦。你欣賞了，明白？你有讀到案的個案嗎？有，我有讀到。也就是以前他是公關經理啦，又對伊個面容要求過高啦，而且眼袋很明顯啊。臉就比較地吸引力也管黑嘛，溜下來啊，溜下來，然後就做很多拉提呀，然後就是做很多醫美這樣。啊，當下佢好啊，佢很年輕哦，動有效果，動有效果哦哈。兩三個禮拜以後咧，又開始看到啊，也有毛安尼。啊，後來俺在講焦慮的事情啊，一個講，一個退休以後伊冇本意使用，冇面使用，然後他因為一個這個皺紋是讓他害怕的，他怕說他其實自己沒有被需要了，所以俺就處理一個失落感，一個身份啊轉換的問題，這樣。
最近吼，我知道唐先生講啊，就會想到一句話，很多就是治標不治本，治標不如治本。我知道吼，你要用辦學習，用你效率和平共處，就像中國一樣啊，用敬重和平共處，我知道當重要。我聽過蔣偉姐姐啦，還有輝正姐姐啦講的之外，我知道一定講吼。係啊，阿珍，治標不治本嘛，我們還是要治本嘛，哈，不然去改用正確嘅方式邊講。啊，唔過像你呀，後生有冇按到錢啊？你做醫美吼，有成咩冇嘅潛力啦，哈，你會用較便宜嘅方法。就像大家搞太假嘛，運通啊，簡單。大擺啊，你像我做講，免看迄個皮啾啾，做得做一隻動作，當等一下個，就係你嘅嘴巴鼓起來啊。很衝怪哦。冇錯，來，這個來1、2、3。阿蘇德哥好可愛啊！等一下哦。嗱，這種亞扎動作唔但唱動好，還做得帶來笑容，知冇？故說當然就做差唔多30秒嘅時間咯，1、2、3。做得咯。那聽嘅就係怪嘅方式，再過來聽嘅方法咧就係愛笑咪咪嘅，你就講啊笑容。做唔得太笑哦，做唔得太強嘅笑，因為笑容係幸福嘅保養品。我假使你笑到太啲咧，會有法令紋出現，所以我們要笑得小力一點點，來一點點就好了，就是。好，你的一點在哪裡？就這樣一點點，微笑，最合點哈。最合點。或是你可以稍微張開一點點。好，主要嘅感受嘛，主要感受人家片嘅肌肉，面甲落一到位嘅肌肉，有感受到就好勢咧哈。再過來，你都得用你嘅手來去tense數，你的食指跟你的中指可以稍微的這樣頂住。來，微笑，哎呦，超過，就按呢，同樣嘞，你就是要預防這個地心引力，把它這樣推上去。真嘅呢，按你隨時啊，你譬如講，你做捷運，也係講地方卡直接都在按你做，還蠻優雅的啊。係啦，啊，唔過看事情啦，假使人老公啲同工聽同翻譯嘅事情，結果按咧。唔係，記住唔好，你做老公。這麼迄條那麼胖胖的，你阿老阿婆哦，你看那汗肉哦，這細奶其實唔會人講啊。我喺3年運動，我要減到52公斤，我就要開同學會，故說我就要做到誒。譬如講，你做捷運，也係講地方卡直接都在按你做，還蠻優雅的啊。係啦，啊唔過看事情啦，假使人老公啲同工聽同翻譯嘅事情，結果按咧。唔係，記住唔好，你做老公。做得好，老公。再一次睇下佢做。1、2、3。老婆。走得，你放翻1號啦。從到我老人講，睇下看相片嘅時間。係啊。當然有兩隻，我講眼用木濕濕，眼用我按借，啲老一代人講，輕鬆要練習對鏡嘅笑到你自家最喜歡嘅笑容。有練習，隨時練習，你翕相嘅時間，你想點樣扮笑？你搭張相片，你就按歡喜，按喜歡。唔看。阿叔嚟講唔錯，我等下，佢講嘅係愛練習，嚇，自家笑嘅好看，唔係一啲嚟看嘅皺紋，好嘛？係冇，我就自戀狂。唔過照家下，你按嚟講出來啊，我就有發現到，其實太自家都有按嚟嘅效力啦。太家以前會對細阿妹嗬，做得變老過後冇變細，一件事情都要求。要一下啲銀行。三夫權嘅執唔上去，唔看樣嘅神啊！做想辦法啦，可以減皮啊，知冇？啊，做不論係室內啦，可以運動啦，做想辦法嚟去減皮。上次我去沙溪行下咧，就行散步啊。啊，隔壁連沙就講：哎呦，米蓮又變到肥咕咕誒！人家表情同後生。行到時格上我3隻喎。啊，佢有講人老公冇？佢變下太哦，唔過佢。
看伊就做較後生。哦。就只有樣板色都唔會皮啊，實在。哎呦，咁唔聰明咧。冇係，真係講。真係。睇嘅可以嚟睇路線。尤其哈，佢有全部煮色啦。哦。佢搭配煮個色哈，這個東西啊，就無法度記憶，你知道嗎？一定要色嗆嗆啊。愛做佢哋開意。其實佢係很薄皮呢。無法度啊。跟愛做燜小組在這。冇皮膏嘅。雖然講唔講冇皮膏啦，不過你有知道講，大家對細妹嘅要求較高嘛？係啊，細妹迄條腩毛拍拍，意思有條腩毛拍拍。你阿老阿婆哦，你看那汗肉哦，迄細奶其實唔會人講啊。哦，細奶有講有智慧哦。大部分人唔會注意。誒，真件很當中係人用言嗬。誒，有一上嘢就。我講就唔上燒花啦。嚟睇一下。學過退休嘅。冇燒唔可以罰錢。細妹先生啊，條腩毛拍啊，一天天啱。細奶先生啊，拍唔怕。學生啊，各種嘛嗬，學生啊，佢個細妹先生拍條腩毛講落落。但是個細奶先生拍條腩毛講。夠鐘。你王牌。我咩講佢啦，大家都對細妹要求一講冇，其實對細奶要求咩咁多。譬如講，你喺見比阿叔的老藝身材以後坐你條位，喺講顏色啊太搶係強勢，有啲人都是太過啤酒肚哦，喺講粗啊呢，雙下巴，還有乜嘅？當然講，雖然你用啥皮膚看完以後，有啲人會講哇。你的毛孔有冇安泰啊？有冇？還有，哎呦，人家個出油嘅呢？我最驚聽到人講，哦，你怎麼變油膩大叔？你有因為喺咁個阿叔油啲呢，我都不講什麼嘢，大家注意啊！嗰種其實細奶細妹都有啦。當然，要調價也好，評語也好。先生講，我唔可以出去開同學會哦，嘅心理嘅問題，後生最好。我咩當上嘅問大家要影響到你哋嘅心理啊，自信心。韓國人嘅想法啦，會影響到人哋嘅想法冇咧。其實哈，有人講咧，你到了下年紀啊，哈，咩做唔得向在意也會表啦，因為外表哈，你冇可能講唔會老啦。你他化妝他打扮沒強壯，一定會老。所以我講件事感覺講哈，人家內菜係哪重要？內菜。係。譬如到配配講披薩係快味啊，有啲人會哦。哦，看我本身還是唔好硬性哈，我對人個全部親客氣。心裡很善良哈。就轉到人心肝度啦，心肝度係健康。係。嗰個機槍飲條腩毛非常之正。我嘅意思就講，人家都要保持當樂觀嘅心態。第一，老也激發大家人就會驚。係。親家人講，你要看到安老，也激發談到大家人就不舒服。係。啊，也我自家我目標係樣嘅，不過我也66歲啦，我安尼講。哎呀，看唔出來。啊，我呢，我搭早船呢，我放喺比幾行較早，4點半5點我就放。哇，按上忙哦。對。啊！但是我按不頭呢，我10點我就睡夢。哦。對，我蔡依林。我聽我講蔡依林。睡夢要睡飽來。第二睡要堵塞。第三個要運動。我頭擺10年前㗎，我要查貨，遇到要補身體，從58公斤一物嘅嗬，一直裝到66公斤。我迄擺我就講。當自家毅力啊，我就講我要運動，我喺3年運動，我要減到52公斤，我就要開同學會，嗰時我就要做到嘅。我幾樣時間我當日一坦白講啦，人哋運動做運動啊，應做操場唔會臭啦，一天要去運動中心，有教練教助理，激勵，一樣誒，唔係講我運動多搶人咧健美手機，唔係安尼，就要幫助你的肺活量就當好。嗰時候也係感覺，我運動到按久來，我嘅
肺活量當好，客山也唔會喘。哎呦，你體力行華山也唔會開，不是我就變那樣，愛運動，愛健康，愛快樂，嘿，就當然就當好為正向，還有當年都會開同學非常嘛。對，不錯。雖然你睇個超的強阿姨，愛出吃阿妹是唔是花很多錢？好，糖豆你泰國太極分享有乜個講那個容貌焦慮講到兩下，有乜個心感度會發生大家分享？哦，容貌焦慮大家都有啦，愛嘛有啊，係啊。剛出來工作的時間，大家都講按年輕，所以很有賞啊，愛燙頭髮，可能會過老一些，可能會較專業，可以較專業，所以愛剛剛無分年齡啊，無分性別。生來的生妹攏會有，深度冇相同倆。按講夠嚴重的話，那我們就要去找那個醫生。哦，對，嘿，那如果夠一起失敗，那我們就會透過就是一點點自我調適，對，或者說那就我們跟他和平共處，就都這。哦，很重要，之後總從有情形上做嚟諮詢啊。對，等下。我請哪一種形象哦？因為啊，有啲人會做過啊，我呀，當最後跟我去請醫美醫生，我係知道過，你唔係呢？我知道做請心理嘅創業，我知道申請心理，就像家你心理師有講嘛，有啲人可能一開始內表啲改東改西，幫佢攏佢廣告之後，才發現係一個心感度嘅問題，吼，就講從心理去出發，去尋到真正嘅心感度嘅原因。這樣做嘅改變，還有啊，我聽到大家安尼分享之後，我都會想講，大家心感度都有一種標準，標準，譬如講，我啲喺上班，我知道佢做乜嘅事情，佢這樣做得到嘅標準。那就當時我問大家大嘴骨到了6面線到了哈，你得對講就是美，好聽伊係乜嘅？哦，面姐，來，我知道講呢種吼。大家看法都冇同樣啦，不過最重要要對自家負責。對自家負責，乜個意思？就講身體最重要就要健康啊，知嘛？身體要康健，然後身材要保持好。人講 happy，個身體嘅平衡就一天我加減咪做要有。不說呢，你成日對身體負責任。不說呢，要保持好嘅身材。所以身材我知道一定嘛要注意啦，保持個康健啦。梗係啲啊，特色咧肥貪藝，最重要係你知道你自己魅力喺哪裡。我知道愛較樂觀，樂觀，他隨和，看得出來，他刺眼，唔會講就好像很輕做你輕家用。係啊，像啲啊拳嚟撞上，唔怕埋他太條。沒，砸起來做法。冇錯，我買都行嘅。做唔得強樣樂觀嗬。好，來。我哋講，唔知道人魅力係乜嘅？用貴用法語講啊，無可救藥的樂觀。比你還厲害哦。真的。還有韓國人有建議一下，你睇下哦。做一樣事情就講唔好罵人，因為客話、河洛話又係國語、華語同樣，罵人嘅事啊，係出啲。韓國身體對人哋講嘅話有暗示作用。你見到你好，心度就會發出好嘅信號，身體會聽到人講嘅話嚇。越行越好。哎呦，太感人講歸好啊，要克服這個老化的焦慮吼，這根本的方法就係講接受自家啊，然後了解自家，建立信心。係自信心。古所講嘅最尾都係送文太介啲法，你招文樣板來嘅。給人寫出來，係你人生故事生出來嘅嗬。啊，古所講，你人生故事嘅劇圖啲劇到你面當背，都會自家故事，唔是渣，嗬，出本大家看。冇唔錯，唔講嗬，我知道講唔但將送太時間，一句話唔拉啦嗬。有冇講？送到嘅同時啊，家有講到我樂觀，我善良，做唔定罵人啊，一定啊，但係拿病嚟唱太假實，做得冇咧。做得，愛自家，做得，先啊，做得，什麼好假？哎，對，
會錯什麼條架？但係老家阿叔哋講嘅作錯嘅，就冇喐嘅機會樂觀啦，什麼太假啦，哦，記得咯。Anyway， 強下兩面線，當你獨樂線啦，上來了。跟哪一來這樣來的？來，試試一個，試試。